代替广告出包了，昨早咧做工程才来出意外，昨暝竟然阁有火车的车厢落出去。这是一班复兴号的火车，就北伫要到凤林站的时阵，第30甲第40的车厢脱去，是人为也则是机械出问题，也阁咧调查。不过，阁有民众伫面册来写讲，进前坐自强号的时阵，这个车厢是有够摇的摇，互人担心是毋是车厢的安全有问题。无人坐椅的震动，对边仔一看，那即个规个车厢的座椅，甚至连窗仔尼拢咧震动。民众伫网络打这段影片，伊坐自强号134车次自中华上北，沿路列车拢发出真大声音，搁一直震动。代替进行检查了后，发现是车链有磨损。那因为这个磨耗之后，会导致于它左右的晃动会加剧，所以乘客搭乘起来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。伫昨暗时，阁发生车厢脱节的意外。611车次的复兴号要到凤林站的时，第3和第4节车厢脱节，代替观音派317次自强号来接调的民众。以目前看起来，我们车身外蒙皮有部分地方受损了，受损原因是什么？现在正在追查当中哦。初步研判是因为附近路段当咧进行的工程，为离铁棒连起入侵车辆的界线，弄到车厢连接器的界数间，造成列车分离。代替连续出包，嘛互乘客袂放心。发生这种事情，对于我们这种常常要搭车的人心里总是会有一种阴影的存在。代替承诺会赶紧找到事故的原因，而且加强监督沿线工程，都是希望互乘客会当放心坐车。